創世記第4章，該隱和亞伯。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懷孕，生了該隱。他說：我靠耶和華得了一個男的。他又生了該隱的弟弟亞伯。亞伯是牧羊的，該隱是耕地的。過了一些日子，該隱拿出地裏的出產為供品獻給耶和華。亞伯也把他羊群中頭生的羊的脂肪獻上。耶和華看中了亞伯的和他的供品，卻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品。該隱就非常生氣，沉下臉來。耶和華對該隱說：你為什麼生氣呢？你為什麼沉下臉來呢？你若做得對，豈不仰起頭來嗎？你若做得不對，罪就伏在門前。他想要控制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該隱與他弟弟亞伯說話，二人正在田間時，該隱起來攻擊他弟弟亞伯，把他殺了。耶和華對該隱說：你的弟弟亞伯在哪裏？他說：我不知道，我豈是看守我弟弟的嗎？耶和華說：你做了什麼事呢？你弟弟血的聲音從地裏向我哀號，現在你必從這地受詛咒。這地開了口，從你手裏接受你的弟弟的血。你耕種土地，他不再給你效力，你必流飄蕩在地上。該隱對耶和華說：我的懲罰太重，過於我所能承當的。看啊，今日你趕我離開這塊土地，不能看見你的面，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，凡遇見我的必殺我。耶和華對他說：既然如此，凡殺該隱的必遭報7倍。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，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。於是該隱離開了耶和華的面，去往在伊甸園東面拿得之地。該隱的後代。該隱與妻子同房，他就懷孕，生了以諾。該隱建造一座城，就照他兒子的名字稱那城為以諾。以諾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戶雅利，米戶雅利生馬土撒利，馬土撒利生拉密，拉密娶了2個妻子，一個名叫亞大，一個名叫洗拉。亞大生雅伯，雅伯是住帳棚、牧畜之人的祖師。雅伯的兄弟名叫猶伯，他是所有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。洗拉又生了土伯該隱，他是打造各樣銅器鐵器的工匠。土伯該隱的妹妹是拿瑪。拉密對他2個妻子說：亞大、洗拉哦，聽我的聲音；拉密的妻子哦，側耳聽我的言語。大人傷我，我把他殺了；小孩損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殺該隱，遭賠7倍；殺拉密的，必遭報77倍。塞特和以拿土。亞當又與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個兒子，給他起名叫塞特，說：上帝給我
立了另一個子嗣代替亞伯，因為該人殺了他。代特也生了一個兒子，起名叫以拿士。那時候，人開始求告耶和華的名。